仲記唔記得45年前嘅全聚德烤鴨店啊？呢度有好多嘅回憶。陳生同陳太佢哋係喺工作單位嗰度認識嘅。45年前佢哋拍拖嘅時候就一齊出差嚟到北京，嚟到全聚德烤鴨店。咁佢仲記得喎，1毫子一碟鴨腸喎，呢一個回憶真係非常之珍貴。嚟到呢個烤鴨爐旁邊，佢話其實成間嘢好似重新整過晒啦，希望呢隻鴨嘅味道都係從前咁樣啦。你說不怕世界有多大，家是你的避風港，風雨有多大，記得要回家，想起媽媽說的那句話，不管路多長，記得要回家，有種幸福可以很簡單。借呢朵全聚德嘅盛世牡丹花送俾陳太，希望佢永遠都幸福快樂，亦都好快迎嚟佢哋嘅50年金婚啦。金婚象徵住婚姻如黃金般堅固、珍貴且歷久彌新。50年代嗰代人唔善於表達，但喺眼神之中就感受到對妻子嘅情深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